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8次定期会下午召开第1次的听诉委员会，会中除了确定议事日程的草案，将对7月28到10月5号来召开。其中针对总务省的部分，因为每年市府将增加老人的福利、健保费的补助，费用对3000到2万块不等，造成完善老人福利的经费对5亿外增加到14.1亿。对此，听诉委员认为，增加的费用到底对倒来，补助的对象是毋是有排富，要求市府要说明清楚。当初讲无钱1000，要排富，即摆讲钱变3000无问题。钱有钱人讲，无钱人讲。我即摆重点要讲的就是讲，咱中央坐立金、交健保补助费，拢是咱市长讲了算，就是规划定的社会福利。咱要安怎讲安怎讲啦吼。我相信咱新北市也伫遮啦。我即摆咧讲就是讲，今年市长在那边，到底是要安怎审啦？政府要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嘛要等甲议会预算审查通过。伊当来宣布讲伊明年要安尼做啊！即摆已经宣布明年要安尼做，安尼佫是要审安怎？规市合区拢讲市府无钱，你即摆加3000，钱拄到来，你莫甲大家讲清楚，你规个拢你咧做球的，你今仔要安怎久才你讲，而且无要尊重议会，你要今仔赔3000，你的钱拄到来嘛？加3000，你钱拄倒来嘛？阮要求的是爱比较其他的县市嘛，咱唔爱做2点国民嘛，做3点国民嘛。实际上看这次的整个的补贴里面是有没有排富有没有排富这样第一点。第二，针对的这个预算的税出税入的那个我们要如何来收支平衡？那主机单位整个的财源的运用情形收入是不是够？那不足的是要去举债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争取中央的补助，要说明一下。我们都是12% 以上都把它排除掉在外，所以说12% 以上这个排富都是排富在12%，所得税率在12% 以上的部分是把它排除掉，就排富了哈。税入总共有980亿，那税出会编了1025。税入多少？980亿。税出是1025亿，那我们差短是15亿，是几届来平衡？因为下半年定期会主要是咧审预算，加上顶一会期经发局长的6大弊案，造成议员甲官员互相过来过去。虽然该案市府嘛交政府单位来调查，而且嘛进入司法的程序，不过在座嘛有听诉委员认为市府的作为无够积极。因此，要求市府针对该案应该做专案报告，但无将负审经发局的预算。最后，委员会嘛决定伫8月24下午来召开专案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